闹区的巷弄里，一栋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老房子格外醒目。茶堂里木桌板凳，充满怀旧的气氛。像这个桌子啊，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长辈在用的那个缝纫机，很难找，几乎是全台湾是没有。老板谢丰明几年前从苗栗北上，会起心动念在这里开启具有客家氛围的茶堂，其实是因为这里的古朴让他想到客家人的简朴性格。北埔擂茶是谢丰明最想在台北传承的客家小点。他说，擂茶是早期客家人招待宾客必备的食物。中原那时候有一些有这些传统的客家人，他们就一定要用擂茶。那擂茶早期的擂茶是一种吃茶的那一种，就是地方风土民情，有种植什么都可以拿来吃。客人来到家里可以不请吃饭喝水，但是一定要喝擂茶，不然觉得非常失礼。改良后的擂茶以甜的口味为主，将芝麻、花生放入特制的陶钵中，擂抹到出油，再加入茶叶继续研磨。磨制而成的擂茶粉以热水冲泡，香浓甘醇的滋味让人轻啜一口就容易爱上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泡的擂茶，非常好喝，无加香料，无加香料，请你喝喝看。谢谢。无加香料就是没有加香料。享用擂茶，还有客家有名的甜点。谢丰明希望把传统客家美食传承下去，每个到这里的人都能获得心灵的沉淀，这是谢丰明的盼望。更希望大家能用味蕾来感受道地客家人文风情。上课喽！无加香料，无加香料，无加香料。